首先打開瀏覽器，搜尋 Canva，揀第一個結果，開始設計，然後登入你嘅賬戶。嚟到呢個版面，跟返你需要輸入關鍵字。例如，我想整一份關於 AI 生成嘅宣傳簡報，揀簡報，再揀你想要嘅風格。喺度可以睇到簡報嘅大綱，稍為等一等。下面揀你最鍾意嘅一款，跟住你就會得到一份完整簡報啦。